关心国际新闻，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。进前公村的关税要被公布的国家要扣15%至20%，结果第4波名单煞宣布要甲欧盟甲墨西哥扣到30%才济。等于讲因谈判了后，这关税毋但无减，颠倒是扣搁较济。 美国总统川普12日宣布，对8月初1开始，会对欧盟甲墨西哥输入美国商品扣30%的关税。若准因想要发动报复的措施，安尼美国无排除会甲税率对目前的基础搁增加。根据川普4月初伫英国的解放日公布的税率，欧盟会互扣20%，墨西哥是扣25%。墨西哥总统12日表示，伊有信心伫8月初1进前，甲美国谈判，达成对墨西哥搁较好的协议。 但是唯一袂当让步的，就是国家的主权。Y hay algo que no se negocia nunca, es la soberanía de nuestro país. 川普伫写予新保姆的公开声明当中指出，墨西哥政府打击卖毒集团的来头伤轻，就算墨西哥也协助美国管控边境，但是也是做甲无够好。若是墨西哥输入美国的商品互扣30%的关税，墨西哥生产龙舌兰鸡尾酒的工厂会受到严重的打击。 根据统计，2024年前9个月，美国对墨西哥进口计达有38亿美金的龙舌兰鸡尾酒。那30%的关税生效，美国可能改向德国、西班牙甚至罗西亚进口。Yo quisiera que nos dejaran trabajar, que nos dejaran llevar ese pan a nuestras casas y que las personas que son nuestros líderes se sienten a hacer convenios. 因那写予欧盟执委会主席庞德莱恩的声明，川普强调，美国甲欧洲真侪年的协商已经确定，要消除双边 无益对美国产生的真大的红字，而且双边的关系也早就已经无对等。庞德莱恩的公开回应是表示，世界上真少有经济体开放程度对公平无益的惯例遵守的程度，会当甲欧盟相比。欧盟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护利益，包含伫必要时用相应的对策，态度也是大真的。 包含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的领袖，拢做伙支持欧盟甲美国继续协商，反对30%的税率启动。国际新闻郑元庆编译。